来看台中的消息，台中市太平区要通南投国姓乡的136的市道，这是骑乌托邦甲骑脚踏车的人真爱去的所在，因为游客真济，出现真济粪扫。之前有日本的作家去伫静山捡粪扫，在地乡亲形容讲，这真正是有够见效。环保局是将这列为重点的清洁路段，有架设这个监视器，要处理这个乌白蛋粪扫的，果然这个粪扫量减少20倍。即马又搁进一步架设这个 AI 智慧辨识系统，要用这个科技执法处理乱弹粪扫的乡亲。民众骑车经过台中136市道，随手就甲粪扫等伫路边，敢若看路边已经有一堆的粪扫，到暗时就搁较喊鼓，利用光线较歹，就甲规地粪扫带落去山骹，规个过程拢互监视器翕落来。早起来这个景很漂亮，可是你只要一靠近，旁边都是垃圾。136市道是连接台中太平山区甲南投国姓乡，风景真水，是骑车的人拢爱来的所在。不过因为游客较侪，嘛出现凊彩弹粪扫的现象。其实有没有很丢垃圾的人？之前有一个住伫咧台湾的日本作家，家己早工具来种山，拼出12地粪扫。当地民众讲，实在是写死情写到日本去。市府嘛，甲这列作重点的清洁路段，逐礼拜拢派人来摒扫，搁到监视器要来抓人，果然粪扫量就减少20倍。可以减少这边的人注重一下这个环境卫生这样子。即马环保局搁装 AI 智慧辨识监视器，要用车牌来抓乌白蛋粪扫的起司也是假使。拍到之后，它就会截取前后20秒的影像，供我们来判读，减少人力然后的人工判读时间和速度。不过这套系统即马敢若会当认车牌，若是要抓人，也是铁马起司乌白蛋粪扫，就需要搁升级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